第28章，為祭司做聖衣。你要從以色列人中，使你的哥哥亞倫和他的兒子拿答、亞比戶和以利亞撒、以他瑪一同就近你，給我供祭司的職分。你要給你哥哥亞倫做聖衣，為榮耀，為華美，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，就是我用智慧的靈所充滿的，給亞倫做衣服，使他分別為聖，可以給我供祭司的職分。所要做的就是胸牌、以弗得、外袍、雜色的內袍、冠冕、腰帶，使你哥哥亞倫和他兒子穿這聖服，可以給我供祭司的職分。要用金線和藍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線並細麻去做。以弗得的做法，他們要拿金線和藍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線並捏的細麻，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得。以弗得當有2條肩帶，接上兩頭，使它相連。其上巧工織的帶子要和以弗得一樣的做法，容易束上，與以弗得接連一塊，要用金線和藍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線並捏的細麻做成。要取2塊紅瑪瑙，在上面刻以色列兒子的名字，6個名字在這塊寶石上，6個名字在那塊寶石上，都照他們生來的次序。要用刻寶石的手工，仿佛刻圖書，按着以色列兒子的名字刻這2塊寶石，要鑲在金槽上。要將這2塊寶石安在以弗得的2條肩帶上，為以色列人做紀念石。亞倫要在2肩上擔他們的名字，在耶和華面前作為紀念。要用金子做2槽，又拿精金用擰弓仿佛擰繩子，做2條鏈子，把這擰成的鏈子搭在2槽上。胸牌的做法，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個決斷的胸牌，要和以弗得一樣的做法，用金線和藍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線並捏的細麻做成。這胸牌要4方的，疊為2層，長1虎口，寬1虎口。要在上面鑲寶石4行，第1行是紅寶石、紅碧璽、紅玉；第2行是綠寶石、藍寶石、金鋼石；第3行是紫瑪瑙、白瑪瑙、紫晶；第4行是水蒼玉、紅瑪瑙、碧玉。這都要釀在金槽中。這些寶石都要按着以色列12個兒子的名字，仿佛刻圖書，刻12個支派的名字。要在胸牌上用精金擰成如繩的鏈子，在胸牌上也要做2個金環，安在胸牌的兩頭。要把那2條擰成的金鏈子穿過胸牌兩頭的環子，又要把鏈子的那2頭接在2槽上，安在以弗得前面的肩帶上。要做2個金環，安在胸牌的兩頭，在以弗得裏面的邊上。又要做2個金環，安在以弗得前面2條肩帶的下邊，挨近相接之處，在以弗得巧工織的帶子以上。要用藍細帶子把胸牌的環子與以弗得的環子繫住，使胸牌貼在以弗得巧工織的帶子上，不可與以弗得離縫。亞倫進聖所的時候，要將決斷胸牌，就是刻着以色列兒子名字的，戴在胸前，在耶和華面前常作紀念。又要將烏靈和土明放在決斷的胸牌裏。亞倫進到耶和華面前的時候，要戴在胸前，在耶和華面前常將以色列人的決斷牌戴在胸前。外袍的做法，你要做以弗得的外袍，
顏色全是藍的。袍上要為頭留一領口，口的周圍織出領邊來，仿佛鎧甲的領口，免得破裂。袍子周圍底邊上要用藍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線做石榴，在袍子周圍的石榴中間要有金鈴鐺，一個金鈴鐺，一個石榴，一個金鈴鐺，一個石榴。在袍子周圍的底邊上，亞倫供職的時候要穿這袍子。他進聖所到耶和華面前，以及出來的時候，袍上的響聲必被聽見，使他不至於死亡。你要用精工做一面牌，在上面按刻圖書之法刻着歸耶和華為聖。要用一條藍細帶子將牌繫在冠冕的前面，這牌必在亞倫的額上。亞倫要擔當干犯聖物條例的罪孽。這聖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聖禮物上所分別為聖的。這牌要常在他的額上，使他們可以在耶和華面前蒙悅納。為祭司祭衣冠，要用雜色細麻線織內袍，用細麻布做冠冕，又用繡花的手工做腰帶。你要為亞倫的兒子做內袍、腰帶、裹頭巾，為榮耀，為華美。要把這些給你的哥哥亞倫和他的兒子穿戴，又要膏他們，將他們分別為聖，好給我供祭司的職分。要給他們做細麻布褲子，遮蓋下體，褲子當從腰達到大腿。亞倫和他兒子進入會幕或就近壇，在聖所供職的時候必穿上，免得擔罪而死。這要為亞倫和他的後裔作永遠的定例。第29章，膏立祭司。你使亞倫和他兒子成聖，給我供祭司的職分，要如此行：取一隻公牛犢，2隻無殘疾的公綿羊，無酵餅和調油的無酵餅，與沒油的無酵薄餅，這都要用細麥麵做成。這餅要裝在一個筐子裏，連筐子帶來。又把公牛和2隻公綿羊牽來，要使亞倫和他兒子到會幕門口來，用水洗身。要給亞倫穿上內袍和以弗得的外袍，並以弗得，又戴上胸牌，束上以弗得巧工織的帶子，把冠冕戴在他頭上，將聖冠加在冠冕上。他就把膏油倒在他頭上膏他，叫他的兒子來，給他們穿上內袍，給亞倫和他兒子束上腰帶，包上裹頭巾。他們就憑永遠的定例得了祭司的職任。又要將亞倫和他兒子分別為聖。你要把公牛牽到會幕前，亞倫和他兒子要按手按在公牛的頭上。你要在耶和華面前，在會幕門口宰這公牛，取這些公牛的血，用指頭抹在壇的四角上，把血都倒在壇腳那裏，把一切蓋狀的脂油和竿上的網子，並2個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燒在壇上。只是公牛的皮、肉、糞都要用火燒在營外。這牛是贖罪祭。你要牽一隻公綿羊來，亞倫和他兒子要按手在這羊的頭上，要宰這羊，把血灑在壇的周圍，要把羊切成塊子，洗淨五臟和腿，連塊子帶頭都放在一處，要把全羊燒在壇上，是給耶和華獻的燔祭，是獻給耶和華為馨香的火祭。你要將那一隻公綿羊牽來，亞倫和他兒子要按手在羊的頭上。你要宰這羊，取點血抹在亞倫的右耳垂上和他兒子的右耳垂上，
又抹在他們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腳的大拇指上，並要把血灑在壇的四圍。你要取點膏油和壇上的血，彈在亞倫和他的衣服上，並他兒子和他兒子的衣服上，他們和他們的衣服就一同成聖。你要取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，並蓋臟的脂油與肝上的網子，兩個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並右腿。再從耶和華面前裝無酵餅的筐子中取一個餅，一個調油的餅和一個薄餅，都放在亞倫的手上和他兒子的手上，作為搖祭，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，從他們手中接過來，燒在耶和華面前壇上的燔祭上，是獻給耶和華為馨香的火祭。祭司應得的分，你要取亞倫承接聖職所獻公羊的胸，作為搖祭，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，這就可以作你的分。那搖祭的胸和搖祭的腿，就是承接聖職所搖的、所舉的，是歸亞倫和他兒子的。這些你都要成為聖，作亞倫和他子孫從以色列人中永遠所得的分，因為是舉祭。這要從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為獻給耶和華的舉祭。亞倫的聖衣要留給他的子孫，可以穿着受膏，又穿着承接聖職。他的子孫接續他當祭司的，每逢進會幕在聖所供職的時候，要穿7天。你要將承接聖職所獻公羊的肉煮在聖處。亞倫和他兒子要在會幕門口吃這羊的肉和筐內的餅。他們吃那些贖罪之物，好承接聖職，使他們成聖。只是外人不可吃，因為這是聖物。那承接聖職所獻的肉或餅，若有一點留到早晨，就要用火燒了，不可吃這物，因為是聖物。你要這樣照我一切所吩咐的，向亞倫和他兒子行承接聖職的禮7天，每天要獻公牛1隻為贖罪祭。你潔淨壇的時候，壇就潔淨了，且要用膏抹壇，使壇成聖。要潔淨壇7天，使壇成聖，壇就成為至聖。凡挨着壇的都要成為聖。每日當獻的祭，你每天所要獻在壇上的，就是2隻1歲的羊羔。早晨要獻這1隻，黃昏的時候要獻那1隻，和這1隻羊羔同獻的，要用細麵依法1/10，與搗成的油1欣1/4調和，又用酒1欣1/4作為奠祭。那1隻羊羔要在黃昏的時候獻上，照着早晨的素祭和奠祭的禮辦理，作為獻給耶和華馨香的火祭。這要在耶和華面前會幕門口作你們世世代代常獻的燔祭。我要在那裏與你們相會，和你們說話。我要在那裏與以色列人相會，會幕就要因我的榮耀成為聖。我要使會幕和壇成聖，也要使亞倫和他的兒子成聖，給我供祭司的職分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間，作他們的神，他們必知道我是耶和華，他們的神，是將他們從埃及地領出來的，為要住在他們中間。我是耶和華，他們的神。